继续来看这个香港的反送中运动，扫入去校园，未少的大学提早来结束着学期。目前有超过600个人申请要来台湾读册，台上最占9成，有562个人申请。后个月月初就会陆续来到台湾。台讲，未问这学生过去的成绩，嘛免交这个学杂费，上主要是爱纳这个住宿舍的费用。但是伤脑筋的是，这个台的宿舍数量无够。 可能都要清出掉新老师的宿舍，互因住。在地铁站里面，然后警报就突然响，这样，然后说最后一班列车，然后全部人狂奔，然后就挤进了。因为他们要封站。原间法庭的学业是要安怎接落去的？因为反送中运动，香港真侪间大学提早结束学期，目前超过600个人申请来台湾随班赴读的专案访问生，申请台上多占9成，有562个人，一半以上拢是台湾的学生。香港学生有168个，中国学生58个，其他的国家有47个。这嘛是台头一次提供访问生的名额，只要学生在香港的大学读册，专属接纳。 不会在乎他在原来学校这个学期或过往的成绩表现，不收任何学期的学杂费，他们必须要缴交住宿费用。那这个是专案访问生，所以他不能够获得本学期的学分。但是，台上伤脑筋的，就是享用加500外的人，这宿舍敢若本地生拢已经无够啊！这声哪会会消？是本国的学生，我们是不安排学校宿舍的床位的，因为实在是太紧了，没有多余。 那针对于香港来的同学或其他国家，我们是提出来我们新进教师的宿舍来做赶快的整理，让同学们能够住。校方表示，袂影响本地学生的权利，毕竟对学生来讲，香港是遮尔动荡不安，台湾是上安全的所在。台湾是个好地方，自由很重要，自由很重要。